嗱，大家如果想去荷里活廣場呢，喺屯門可以搭61X去到鑽石山站落車，過馬路對面就係荷里活廣場噶啦。咁如果想搭小巴去慈雲山嘅話呢，更加可以由入邊個入口咁行入去就係巴士站，裏邊呢亦都有小巴可以搭去慈雲山嘅。嗱，如果喺荷里活廣場想入屯門嘅話呢，就可以搭巴士，先喺 Uniqlo 嗰度就行出去，見到巴士站向左行，咁呢就會見到天橋，天橋底下邊就有巴士站。不過呢啲巴士係唔啱嘅，咁我哋呢要上樓梯或者搭電梯，咁呢就過天橋，一路過咗天橋。天橋下邊就係巴士站，可以搭258D、259D 或者62X 都可以入到屯門。